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进前就有人统计讲，台语一字超过2个音的比例差不多有4成，有时阵是文白音之差，有时阵是方音差。到底什么时阵爱读文音，什么时阵读白音？有时阵又搁是惯势，敢若无一定的规则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其中一个字。咱看到这字，若是董事长，咱读党；啊，若股东就读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，咱先来介绍这字若读党是读白音，倒按党第2条。台语字典解说讲，党有治理、统合、驾驶的意思。像讲股东若是选出来代表大家治理一间公司，职务上界大的执行人就是董事长。另外，公司或者是团体，股东选出来主持业务的代表人，或者是主要投资管理者，咱讲是董事。另外，有人姓党。这个文音就读做党，像讲古党，也就是古早所留落来，有古早文化的参考价值，买当摕来欣赏的器物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，看起来差一字，也毋过意思完全无同。来看到头一个是古党，简单来讲，就是古早所留落来有价值的物件。第2个词读做雕古党，意思算是刁难，会当讲是甲人刁、甲人徛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听讲迄间店的头家，伊是一个老古董，人客请教伊问题，伊拢要插敢若唔插，搁爱甲人调古董，无怪人客拿来拿少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党，这是读文音；另外白音读做党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